花莲县要请国小的国教老师，不过即马所互人检举讲，其实因录取的人根本就无符合资格，因为拢无国家的相关专长，互被取的人是感觉真无公平，所以要求县府互因一个公道。 有一个小姐参加花莲市某一间国校国教班的教师真气，因为考无调，心情真歹。因翁婿伫记者会要求县府大讲互清楚，是安怎简章顶悬明明写考生的资格，都要是国家相关科系毕业。不过将其尾考调的，却是一般音乐系老师。是想为特定考生解套吗？如果是音乐系都可以来考，那为什么你不在一开始拟定简章的时候就清楚明定，只要音乐系就可以考？ 这个有争议的教师真气，6月初4初试的时阵，其实就有人检举其中一个来考的人，伊的身份是这间国校现任音乐班的代理老师，并无国家相关的专长，哪会当报名？不过7月14放榜了后，这个资格受到争议的考生却是考调，引起教育界的议论。 你仅具备有西洋乐器的修习的一些相关的证明，可是你却来教这个国乐的部分，那他的这个指导的 资格是不是真的能够符合他的教学？县府表示，6月初7已经请教检委员会调查，最后认定一般音乐系考生冇符合报名的资格。不过是安怎简章标示了后，阁要扩大解说，还阁有安怎认定等等的争议，教育处无法度加做回应。 本次考生都是相关的系所，所以他都具备相关的报考资格。为什么招生简章还要解释？这个如果简章当中都说不清楚，那是谁的责任哦？ 花莲教师真试出问题已经不是头一届，2022年有国文老师的真试却是考英文，还有考生迟到资格互撤销，结果县府败诉等等的问题。陈正仁表示，这届嘛会提出诉愿来保障家己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